存款135萬就可以喺珠海市區隔離呢度攞低呢套全新嘅精裝第4代住宅啊！而且仲要係南北對流雙露台嘅設計，望出去咧仲要係啲咁靚嘅湖景啊！單單呢個主陽台呢度咧都有成8米咁長，喺呢度打高爾夫都冇問題啊！全屋帶埋精裝修，呢度單位126個平方，實用面積直接去到150個平方啊！呢個就係第4代住宅嘅魅力㗎啦！全屋帶埋精裝修之餘嘅話咧，簡單買啲家私家電咧就可以拎包入住啊！與其考慮啲老破小嘅話咧，不如考慮呢套全新嘅精裝第4代住宅啦！首期俾8萬蚊，月供咧講緊都係4000零蚊，5000蚊唔到就可以上車啦！入邊咧都夠晒闊落，主人房咧你睇下，哇呢啲咁嘅衣帽間，入邊咧個廁所咧都夠晒大啊！8萬蚊嘅首期，月供咧5000零蚊都唔使，4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呢套全新嘅湖景精裝4代住宅。你有興趣嘅下方留言，我俾資料你。